喺香港立遺囑其實真係唔可以馬虎，因為要確保遺囑合法有效，有啲法律要求係一定要跟足。當中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就係見證人。根據香港法律，遺囑一定要喺至少2位獨立成年見證人面前簽署，而佢哋都要喺你面前簽名確認先得。實際操作上，尤其你揾律師幫手起草遺囑時，律師通常會安排2位法律團隊成員做見證人，當中包括1位律師，佢哋會一齊喺你面前簽名，互相見證，確保程序冇甩漏。理論上，任何成年人都可以做見證人，但如果由律師安排，專業程度自然高好多，而且見證服務通常已經包喺你俾嘅律師費入面，唔使另收。見證做得正確，對遺囑嘅法律效力非常關鍵，亦可以減少將來爭議或者法律糾紛。所以記住，立遺囑唔好自己搞，揾專業律師幫你搞掂，安心又放心。